香港嘅叫做木家具啦，用木去做家私咧，其實係由漁港嘅時候咧，船上面嘅家私好多都係用木去做嘅，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喺香港之前喺猶如我哋今次木匠說呢本書啦，當我哋去訪問唔同年代嘅木家具嘅師傅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提到，其實我哋都係喺50、60年代，其實亦都有好多內地一啲傳統嘅中式嘅家具嘅師傅嚟到香港，融合咗落去我哋本身嘅一個木家具嘅設計入邊，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呢本書嘅時候，我哋一開始都會想知，咁香港木家具係乜嘢啊？咁但係慢慢就發覺，其實香港嘅木家具正嘅位咧，其實就係由傳統嘅榫卯加入咗嚟香港嘅一個文化特色，再加埋我哋一啲同西方嘅工藝嘅結合，就會變成適合香港嘅作品咯。如果你講到明式家私咧，就會用好多時間先講得完嘅。咁咧就大概嚟講咧，都係線條優美啦，高貴大方。個榫卯咧就比較精細啦，配合埋人體嘅工學啦，所以坐得嚟咧就好舒服。呢就係明式家私嘅特色啦。明式家私咧，就以前咧就即係睇翻拍賣行啊，嗰啲古董家具嗰啲，全部嘅木材咧都係名貴嘅木材嚟嘅。咁對於一般嘅家庭嚟講咧，就可能經濟上咧就有即係可以講嘅話咧，就比較少啲機會買得到咯。因為經濟上嘅問題啦，可能係明式家私以前嘅咧就多咗達官貴人啊，嗰啲貴族啊啲就可以隨便可以有錢可以買得到咯。所以現今香港嚟講咧，就比較真正嘅明式家具嘅有啲年份嘅咧，都係比較少有，除非係香港嘅收藏家啦。明式家具咧，其實唔一定要用貴價木材做嘅，可以用翻一啲普通嘅都可以製作到明式家私出嚟嘅。咁咧嗰啲價錢咧會平啲咯，比較普通嘅家庭咧都可以用，即係用得着同埋比較買得起咯。之前跟麥師傅去即係學習嗰個工藝嘅時候啦，同埋其實喺我哋做成本書嗰個研究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發覺有幾樣嘢係令到我唔可以話呢一刻大家對明式家私嘅興趣係弱咗，而係咧其實喺香港其實佢整體我哋個住嘅空間細咗，因為其實傳統嘅明式家私大家而家一聽就會第一個反應就係話，我屋企冇位擺喎，咁樣係啦。咁我哋就發覺其實點樣令到明式家私佢個工藝同個形態能夠根據今日嘅住屋環境嘅變化去優化咧，其實都會係一樣好重要嘅一個思考。可能無論係木點樣可以用一個大家affordable， 即係大家可以負擔到嘅價錢可以買到。咁另一邊其實我覺得喺設計上其實一直喺麥師傅身上面學到就係其實我哋要好靈活地去調節喎咁樣。我覺得呢個咧都係大家如果喺個展覽入邊咧見到師傅同學生一齊創作嘅作品入邊咧，其實都會睇到嘅。因為一就係其實明式家私本身係一個工藝啦。但係其實另一邊佢都可以轉化唔同類型嘅設計出嚟，係啦。咁我覺得一個喺即係師傅，雖然佢係一個真係有好多年經驗嘅一個師傅啦，但係咧佢仍然係超級靈活嘅思想，同埋好開放地覺得其實點樣可以將學生今日都喜歡嘅類型，不如一齊去做創作啦。所以其實喺我哋就算諗本書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其實我哋要留到工匠，其實工藝就會留到，因為其實工匠佢哋嘅經驗啦，佢哋嘅能力啦，其實先可以令到嗰個工藝同今日嘅社會可以繼續有連結。咁你就會明白，其實可能我哋自豪嘅香港木家私，唔係淨係我哋做嗰嚿嘢有幾靚。或者呢個就係有個香港標誌，其實唔係，而係其實原來係講緊香港人喺我哋個經濟發展入邊，其實我哋點樣同個時代一齊去演化，係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去睇呢本書嘅時候呢，可能我就大家可以唔係去想像，我睇完我就會定義乜嘢係香港嘅木家私，而係原來你睇完呢本書，睇完呢個展覽，大家會明白其實從來香港木家私冇被定型㗎，因為我哋係同所有環境一齊去變緊。係啦，咁而我諗呢個都係我自己最感動嘅位，就係其實對於設計嘅靈活性啦，對於嗰個地方氣候嘅理解，去到點樣願意同生活
或者改變緊嘅生活一齊去改變。我諗呢個靈活性咧係可能就係香港人嘅特性，係啦，因為香港人聰明啦，係咪又醒啦，又靈活啦，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即係無論麥師傅嘅作品啦，或者其他嘅木匠嘅作品入邊都可以見到咯。